TVBS 推出的戏剧节目《女力报道》收视屡创新高。7日播出的最新一集，收视率破3%，成为 TVBS 42频道历年来8点时段收视最高纪录。电视剧《女力报道》，叶素娥，你是没有洗澡是不是？你穿这个便装派对几天了啊？你不懂不要乱讲哦，我这可是精心的打扮，我是要来吓吓他们的。梁书涵饰演的叶素娥穿上道士装，到马丽欧口中可能闹鬼的房子了解情况，但却是笑料百出。电视剧《女力报道》啊，你干嘛了啊？我只是想要问你，真的要开吗？那不然呢？你不开能解决问题吗？你当然要开吗？你刚刚不是说什么死马当活马医，你就医吗？就医吗？还没进门，就差点被吓到魂飞魄散。这段抓鬼桥段也创下 TVBS 42频道历年来8点时段最高收视率，在25岁到39岁的平均收视高达 3.06， 同时间有54万人口在收看。电视剧《女力报道》，喂，赵雅芝，干嘛？素娥，你抓到鬼了吗？什么鬼？你不要乱讲话啦！电视剧播出同时，也在 PTT 热烈讨论。网友大赞素娥道士装出场超牺牲，还笑说素娥也会怕，怎么没带符来？戏剧播出30分钟，文章就被推爆。电视剧《女力报道》，我要回家。再吵，你再吵，看我怎么修理你啊！女力报道，精彩剧情促使观众天天准时坐在电视机前报道，让收视率创新高。